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芷。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北一个60岁后生，那就因为冤家举菜刀杀死84岁老母，目前互抓起来移送侦办。皮公议长刘丹昭玲涉嫌替人抄代志乌西，自3月受押警检告打，地检署今仔日提起公诉。有囡仔挂智慧手表，手表煞断货，害伊烫着伤，皮肤烂起。业者讲应该甲电池有牵连，会负责赔偿。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新北今仔日有一个60岁后生，那就因为甲84岁老母冤家，一个气着竟然举菜刀杀死因老母。警方已经把这个查甫人抓起来，移送侦办。警方到达现场时，发现年姓男子持刀砍杀母亲致死，现场死者头部、颈部有刀伤。警方于现场立即逮捕犯嫌，带回分局。有关犯罪动机尚待厘清，后续相关死因报请台北地检署司法相验。警察去到现场，发现死者倒伫客厅，头壳、颔棍拢受伤，已经过身啊。边仔有藏2支菜刀，那嫌犯伫厝内互逮捕。根据调查，嫌犯初3阁有含因老母做伙种菜运动，平常时嘛会甲老母斗相共去市场买菜。那犯案的动机要搁咧调查。来看连续选调偏蚵议长6届的国民党籍刘丹昭玲，伊涉嫌利用议长的职务替人抄代志乌西，自3月受押警检告打，侦查几个月。偏蚵地检署今仔日是甲刘丹昭玲甲伊的机要秘书拢提起公诉。另外8个涉案的官员拢承认犯罪，交予公库5万到30万不等，来交换缓起诉的处分。3月14号，法院裁定收押禁见。经过将近4个月密集侦查，国民党籍偏蚵县议长刘丹昭玲涉贪案，检方随时结案，公布几项贪渎事实。被告2人共收取汇款达176万元。因认被告2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检方调查，民国106到112间，刘丹昭玲甲担任机要秘书涉嫌关税，包括车船处预算甲人事案、文工国校校务人事案，也有消防甲卫生局人事案。每一案有机会收取7万5到100万块不等的代票，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也是在为我们这个医疗，我们澎湖的医疗在做打拼。听台顶在讲1号新路。8连任10届议员，创下6连霸议长纪录的刘丹昭玲，经营地方政坛40多年，无想到却利用职务关税收黑钱。检方经过后，甲伊甲姓陈的机要秘书提起公诉，涉嫌乌西将车船处长等8个人，分别向公库支付5万至30万不等，来交换缓起诉处分。人事的禁用应秉持着公平、公开、透明的原则，却利用长期担任议长以及议员的身份，要求县府局处首长迁就其个人的意志来进行人事的安排。刘丹昭玲请示议长案，暂时防阻挡，也毋过14号第2届区压期满，预计初5会召开宴雅庭。是到刘丹昭玲是毋是会当交保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证交所公布上市公司员工的平均薪水。中营因为航运加价，以421.3万排第1。前10名当中，半导体产业就占到8间啊。那调查嘛发现，吊车尾9间公司员工薪水的中间金额拢无到40万，而且大部分拢是传统产业。去年航运大赚钱，员工辛苦做工课，薪水嘛有起。证交所公布上市公司2022年度非担任主管职务，全是员工薪水的平均数甲中位数。中营以421万3千块排头名，第2是联发科374万7千块，前10名除了中营、甲阳明，其他拢是半导体产业。真的是人家讲的，就是怕入错行。最近这10几年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产业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了。那种低薪服务业，你在怎么样努力工作，你的薪水就是低。好，那这些所谓的科技业呢，它哪怕我刚才讲像台积电，它的作业员薪水搞不好比一般的这个内需服务业的主管还得高。那这就是行业别之间的差异。调查嘛发现讲，同款是泛科技业的光电股、明旺科，员工薪水的中位数敢若32万1千块；也若百货业的三商加工、观光产业的万向来，下到薪水的中位数嘛拢无甲40万。面对产业薪水低，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政府伫咧疫后特别条例，大力辅助中小企业集团转型甲数位转型。
希望相关的包括服务业跟制造业呢，都来利用政府的这些辅导跟辅助的措施，提升他们的竞争力。那也就是希望中小企业也都能够提升它的品质。学者认为讲，薪水低是各国拢伫面对的课题。政府除了提供基本工资，对薪水较低的服务业，嘛有做真侪补助的措施。不过补助的时阵，产业嘛要升级转型，而且用职业训练来提高劳工的劳务价值。互补贴期间结束了后，劳工的价值会当得到提升，互企业愿意补差价。毋是每一届面临卡手无够的问题，都希望政府引进员工，安尼减少互台湾薪水低的问题恶性循环。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顶礼拜增加23个高资病例，本土的高资病例到达已经超过200例，嘛出现第2个查某的病例，工检院要继续调查。另外，南部的天狗节顶礼拜加101例，毋若是台南，即阵阁拖到云林吗？有4例是重症，其中1个80多岁时代严重出血，目前阁住伫加护病房。环保人员伫巷仔底转药消毒，都惊天狗热愈拖愈食力。台湾南部天狗热持续伫拖，顶礼拜一日手增加101例天狗热的本土病例，主要的热区是台南市仁德区甲东区，云林嘛新增加6个病例，是一个群聚事件，其中4例是重症。病情上较严重的是一个80多岁女性，还阁伫咧加护病房治疗当中。这嘛是这3年来国内头一届出现天狗热重症通报的个案。他目前的状况是还是有比较嗜睡的状况，然后有解血便的情形，那验血也有发现有贫血的状况，所以目前他是继续在加护病房治疗中。若是天狗热，高主的疫情嘛淡水咧。顶礼拜新增加23例高主的确定病例，搁再创下历史上高1礼拜的新高，而且搁出现第2例本土高主的女性病例，个案是伫北部一个30多岁女性的外籍看护，来台湾已经7年。6月21日开始，伊分尸因为起水泡2届去互医生看，经过医师采检通报才确诊。初步疫调结果，6个高风险的接触者拢无出现相关的症状，检察官也会调查。据疫调，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在雇主家照顾这个被照顾者，所以相对来说，他的这个生活作息还是比较单纯。若新冠疫情甲流感疫情也拢伫咧高原期，顶礼拜新冠疫情平均一天新增加232例并发症的病例，死亡人数平均一天新增加45例。流感顶礼拜新增加26例并发重症的病例，而且新增加11个人死亡。年岁伫40多岁到80多岁，拢有慢性病病史，其中10例无注过即季的流感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头一个社区公共托育工园，团工用过期的食材煮予囡仔食。社会处长去现场稽查，有惊发现过期的食品，会照食品卫生管理法甲处分。若负责人虽然已经失职啊，嘛会追究责任，无排除甲累积无适合的教师。排骨过期，囡仔刚搁起来煮汤，马铃薯同款放买1礼拜才煮，这竟然是要互无到3岁囡仔食的，互离职的护理师看袂落去，写伫网络顶悬。离职的员工出来爆料，才揭露这件事，那市政府也才开罚。所以我觉得未来市政府应该要好好的通盘的检讨反省。拍开冰箱肉麸有效期限是去年11月，茶仔装的面到今年2月，全拢过期超过4个月。社会处甲卫生局初二来稽查，发现过期食品等9项违规事项。负责人梁主任虽然讲是无适宜将老师甲囡仔的食材揽做伙，但市府会以违反儿少权法追究责任。良性主任呢，我们也会依据这个违反儿少权法来进行究责。对于整个案件呢，是否的态度呢，是绝对零容忍。嘉义市第一间社区公共托育中心出现食安的问题，新办的希望种子协会嘛赶紧回信咧，表示会改善，将冰箱食材一个搭有效期限提醒。这些食材，我们完全没有让孩子食用。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家园里面员工他们如果在园内如果自己要煮饭的一些食材，改善就好了。伫公共托育中心真少的嘉义市发生食安的问题，互家长真无奈，但嘛大会使期待厂商改善。社会处表示会追究相关责任，并考虑将良性主任来做无责任的老师。记者陈环宇、柯正俊嘉义报道。最近天气真烧热，真侪人拢介意去耍水。不过台东有囡仔伫饭店的收水池耍，煞险啊渡水。家在救生员有发现，紧甲救起来。
救生员嘛建议家长带囡仔去耍水，就要顾好调，随时注意，才袂发生意外。虽然囡仔甲浮水架脱掉，换浮水绑了后跳落游泳池耍水，一望呢就渡水，加在救生员随时发现甲救起来，全程拢用监视器翕落来。事件发生伫台东这间出名的饭店，业者讲，迄阵家长一时无注意，加在救生员判断正确，才无发生悲剧。他努力对他小朋友，因为他就跑来这里呀，把它拔掉了，换成那个浮板下去。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情形，他下去就沉下去了，就过来救他，就这样子。游泳裤啊脱出去，专业教练当咧教囡仔安怎耍袂渡水，小热的夏季，民众拢爱耍水，难道这间游泳池人钱甲甜甜，家长伫边仔是顾条条。我会全神贯注在旁边看着这样子，我也会担心。虽然说旁边也是有救生员，但是还是会担心这样子。业者建议家长尽量带囡仔去有合格救生员的游泳池耍水，若去开放水域，要保持和囡仔有一步之内的安全距离。我今天在水里面有浮力，我扑过去的时候，我可以在1步的范围内碰到我的小朋友，这是所谓的安全距离。那这样相对来说，小朋友发生任何危险的时候，都可以马上立即的去做处置。尤其现在是3C 时代，很多家长小孩丢着在旁边玩手机，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行为啦。专业救生员讲，渡水的人拢是水性真好的人，总讲囡仔不受过游泳训练，嘛应该定时落水训练，养成身体记忆。若敢若是裸人来耍水，家长拢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土城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挂智慧手表行伫路里，手表煞家己烧起来，害一个查甫囡仔只手烧烫伤，皮肤烂去，可能就要动手术剥皮。手表捣毁原因即阵正咧调查。手表业者表示，应该甲电池有关系，会负责赔偿。若消保官嘛已经介入调查。查甫囡仔行伫路上，突然将雨伞挡去边仔，手腕呛出大火，安怎嗅拢嗅袂掉。几秒钟了后，火家己花，也毋过伫伊的手加一条明显伤痕。手互火烧着，遗体残骸烧到乌麻麻。事发伫新北市土城区顶个月30，一个10岁查甫囡仔下昼4点外为徛过前往补习班的路上，智慧型手表突然家己烧起来，只手骨、手腕、手指头有2度烧烫伤。附近菜馆行业者赶紧替查甫囡仔先擦药了后，佮陪伊同齐去补习班。发生一起智慧型手表爆炸事件，导致一名10岁男童右手臂2度的烧烫伤，恐怕需要植皮手术。捣毁手表已经向送往监所，要调查爆炸原因。也毋过，即摆出代志的产品是科技公司关系时间主打的Kilowatt系列移动智慧手表，每一支计销上千，安怎会突然捣毁？业者讲，可能甲消费者电池身躯换来换去，加上天气因素有关系，也强调会负起赔偿。看起来是初步是电池，不是用合规的电池产生这样实习不幸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在后续我们一定会于情于理，我们都还是会负责到所有的一些医疗跟后续的一些赔偿的一个责任。业者回应，所有产品拢经过合格检验，也毋过消保官也前往业者公司所在地进行稽查，厘清事故发生原因。记者综合报道。会挂智慧型手表的人愈来愈多，嘛有真侪人会甲手机啊、甲行动电源放伫落地啊内底。过去都捌发生捣毁状况。专家表示，这款产品大部分拢是用锂电池，若阵不三时会感觉烧烧，或者是无法度充电、加袂行，都要特别注意。当时休乐期间，未少青少年组织起护转运站，大家人一支智慧手表随身挂咧行。爸妈跟同学都在用。所以我就跟着买了，看到朋友有在用，然后还蛮推荐的，我就想说也一起试用看看，方便测量自己的运动数据。功能多元的智慧型手表会当电话通话，所以未少家长拢会买予囡仔，以方便联络掌握安全。也毋过这类的产品真侪种，贵也爱10万，俗个几百块也都买会到。这件产品好歹无齐全，即马发生家己捣毁，烧到囡仔的事故，引起安全疑虑。之前是那个担心那种吸的事件嘛，那这几年都没有听说。那我们有我们的专业，我跟他讲说，至少你医疗单据要先留好，然后有一些增加生活上的开销，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在他的
他的想法，我们去跟业者先谈一谈。消保官表示，新北当年案例并无电话，也过使用像手机、手表这类需要充电式的产品，也捌发生过类似家己捣毁情形。真正有民众将手机放伫落地行伫路上，突然感觉烧烧，后来才发现手机疑似爆炸。也有人坐火车的时行动电源，突然家己捣毁，造成牌影烧起来。你不要在过度高温的情况下使用，或是潮湿的地方使用。那如果今天它已经有发生故障，例如你今天壳都已经摔破了，然后或者说已经在佩戴的时候就已经有产生什么高温不适了，你就不要继续使用了。这挂电子产品拢总有电池，专家就提醒电池异常的三大警讯，包括产品本体出现无正常会烧会烫，还是异常耗电、无法度充电，加系统使用上敢是开始卡变慢无顺，建议拢先卖挂卖炸，送回关手检价危险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警方追查毒品案，锁伫一个警察的徛家厝，抄到安非他命的毒品。虽然这个警察讲是因为破病才会食毒止痛，不过台南市警察局认为伊已经破坏警察的名声，决定家己2期代告，免除职务。派出所内底员警拢正常上班，对当时违法的代志拢无要回应。不过涉嫌吸毒的警察原本的名牌已经被人摕掉，台南市警局也随家记2大告免职。经检察官无保撤回，无缘影响警域情节严重，本分局立即召开考纪会，予以一次记2大过免职。台南市6分局最近侦办毒品案，发现3分局姓吴的警察有嫌疑。经过检方指挥侦办，前3日姓吴警察的徛家查到0.62公克的毒品甲食毒药品。不过伊被讲是自律神经失调才会食毒止痛。3分局表示，这个警察已经做28年，过去捌做刑事小队长。年初时开始常常讲破病要请假，平常时佫表现不好，早就直接3分局教育辅导甲态度对象。平日工作表现不佳，112年遭记过2次旷职2日，并早已列为本分局教育辅导以及汰除的对象。台南市警局追究相关人员监督责任，3分局长嘛自请处分。若警务相关人员平常时敢有在留检，警方认为无法律的依据，所以无直接进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出兵拍乌克兰了后，芬兰就申请加入北约，防止罗西亚入侵，嘛开始和瑞典做伙，甲相同的传统铁路改造用电的。但明年完工了后，北约要送军事物资去芬兰，还是讲要报军，拢会较简单。伫芬兰北极圈外围的罗瓦涅米，嘛是圣诞老人的故乡。当地甲瑞典边境哈帕兰达唯一的铁路线，当地赶工课进行电气化的改建。2024年完工了后，北约联国若要派增援部队甲装备，为大西洋对岸去芬兰甲罗西亚边境的凯米耶尔，就较简单啊。Basically, this northern route is the only accessible route after that. We need electrification from the Kemi to the Haaparanta, and this is the missing part, the last mile of the electrification, what is needed now, and it is now under construction. 芬兰甲罗西亚的隔界有1300多公里长，而且96%的对外贸易拢是靠波罗的海的海运。罗西亚甲北约若伫波罗的海爆发冲突，罗西亚伫圣彼得堡甲加里宁格勒部署的北方舰队，包括几10只舰艇、军舰甲军机，会对北约的运补线造成真大威胁。芬兰甲瑞典之间的北方铁路电气化会出现新的希望，而且还佫伫咧申请加盟北约的瑞典，按照2028年进程，会提供波罗的海新一代的舰艇，加强保护海底的基础设施。避免去年北溪天然气管线防破坏情形搁再发生，这拢会互欧洲安全形态有改变。I can tell you as a military professional, the ability to move equipment and soldiers and ammunition and supplies in a rapid, organized way and efficient way is really important. It gives you lots of options into how you employ your forces. So. 芬兰今年3月份加盟北约了后，已經投入1億5,000萬的歐元。更新伫羅瓦涅米的北極空軍基地設備，當地按照2026年，嘛會加造64架 F-35戰機的主要基地。因為美國總統拜登後禮拜嘛會親身拜訪赫爾辛基，慶祝芬蘭加造北約大家庭的一份子。公司新聞警員強編譯。
英国苏格兰的北部有一个奥克尼群岛，这本地是丹麦甲挪威王国的土地，一直到15世纪，丹麦公主嫁予苏格兰国王的时，甲奥克尼群岛做嫁妆送予苏格兰。不过，这个群岛认为英国政府唔捌甲重视，即阵就提案，看是要回归挪威，或者是改变治理方式。苏格兰海岸110英里外，由70个岛屿组成的奥克尼群岛，总人口大约22000人。1970年代成做英国北海石油的加工中心。这几年，国家成功发展海上风电力量，不过这个贡献并无伫中央预算分配金额做合理的分配。地方员工长期互看紧缺开，最近渡轮经费成做引火线。奥克尼行政首长提案脱英，要回归有历史渊源的挪威，成做自治领地。In so many aspects, we don't seem to be getting the same amount of resource because all our ferries need replaced and nobody is coming to help us to find the capital to do that. 奥克尼群岛历史上一直是丹麦跟挪威王国的领土。1472年，丹麦公主 Margaret 嫁予苏格兰国王 James 3世，以奥克尼群岛甲雪兰群岛成做嫁妆的抵押品，变做苏格兰的一部分。不过当地社会文化一直保持北欧的特色，还会庆祝挪威独立纪念日。奥克尼的议员7月初时开始研究这项提案，除了脱英回归挪威以外，还有其他留伫英国的退台选项，包括成做亲像福克兰群岛这款的英国皇家属地，也是亲像丹麦法罗群岛这款的海外自治领地等模式。The largest natural harbour in the North Atlantic, and it's got some fantastic potential. It was used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 as a strategic location with the offshore renewables, but also with world shipping route. 不过实际上免法落实回归250英里外的挪威。奥克尼首长也唔知影，挪威外交部目前嘛无发表评论，干那讲这是英国国内甲宪法的问题。英国对奥克尼问题的回应，嘛无提起550多年前的嫁妆这件代志。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美国电影《Barbie》本地日要伫越南放送，即马煞传讲要取消啊！根据越南媒体报道，是因为电影内底出现一张南海主权的地图，而且是中国话9大线版本。越南政府认为这画面已经侵犯主权，达到红线，所以就禁止电影放送。Hey Barbie。马格罗比甲雷恩·葛斯林主演的真人版《芭比》，由真会晓说明女性基地好莱坞新锐女导演格丽塔·杰回所导演甲编剧引起未少的话题。I'm coming with you. OK。电影描写芭比甲肯尼离开粉红的世界，同齐到真实世界探险。原本互看做是休乐期间票房的入门片，不过电影出现中国主张南海9大线主权的地图，踏着越南政府的红线。根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决定禁演芭比。那电影发行商官网也看袂到芭比的电影海报。中国主张南海有形9大线主权，搁伫2009年正式宣布有这个海峡开采权，引起菲律宾、越南等4个位国家的抗议。海牙中式仲裁法院伫2016年裁定中国的9大线主张无法律依据，也不过中国拒绝接受。2019年动画片《坏坏萌雪坏》和越南影迷掠出片中有9大线的画面，引起不满。放映10天就互摕落来。2022年的秘境探险也有同款的造句。另外，包括国务卿女士甲上秋国在内的影集是删掉争议的南海主权画面甲剧集。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中国自7月初一开始实行新版的反间谍法，扩大间谍的定义。外国游客去到中国，一个无细致，可能就犯法，互拘留。美国即阵就甲旅游警示游到第3级，建议要去中国就要考虑好清楚，避免示威甲黑白翕相。啊，那咱陆委会嘛提醒讲，爱先检查手机甲电脑的内容，避免去犯案罪名。中国对外关系法谈修订版的反间谍法，7月初一开始正式生效，国际嘛真关心。美国国务院嘛调整旅游警示，甲中国和澳门改做第3级，顶考虑敢要去，敢若比叫人莫去的减1级尔。香港是第2级，要特别注意，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有随在伊执法，也是黑白拘留的风险。佮提醒避免示威，也是翕抗议者，也是警察的相片，提醒去中国要评估风险。集体的行动，团进团出。
我们建议应该注意手机、个人电脑等等这些随身用品是不是存有可能构成陆方相关机关搜查、没收或是入罪的这个内容。陆委会讲，已经有真侪国人因为不明原因，放留伫咧独立的细间房间检查手机和手提电脑，建议去中国爱先去网站登录资讯。那伊哋发生这种状况，会采取必要的作为，或者讲干掉行为定义无明确，建议政府提升警示。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案例，因此而遭到中国的抓捕。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提升我们在这个警示的标准？来让民众可以透过警示的，比如说红灯、绿灯、黄灯等等不同程度来去判断，说我是不是该前往。中国加大对内的管控，在伊嘛是港版国安法实施满3周年，港警国安局宣布讲，通缉到冠聪和柯智峰等等8个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佮强调国安法有涉瓜管辖權。無論佢哋走到天涯海角，我哋都會終身追捕呢啲罪犯嘅。香港特首李家超話講，愛這個危害國家安全的人，一世人攏足驚嚇。美國、英國和澳洲的外交部是發出聲明來譴責。英國外相科維利閣強調講，絕對袂吞忍中國。在英國海內外迄驚貓咪人，想要叫伊點點。記者綜合報道。日本要甲福島電廠的核廢水排落去太平洋，引起附近國家反彈。不過，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上新的報告指出，因認為日本處理核廢水的方式符合國際標準，接落來日本就會當決定當時要甲核廢水排入去大海。訪問日本的 IAEA 署長格羅西，隨時下晡會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交付 IAEA 對着日本處理福島核污染廢水相關問題的最後報告。根據 IAEA 官方網站的公告，國際原子能總署經過2年來會勘甲評估，認為日本方面對着福島核電廠的輻射污染廢水處理器材甲程序符合國際標準，這代表 IAEA 認同日本相關的處理方式。福島核電廠發生輻射外泄事故了後，規個廢爐甲中間的過程中，甲輻射污染的廢水排入太平洋海域是袂當避免的程序。抑過消息公布，隨引起中韓台甚至美羅等國的議論。IAEA 由各國專家組成的團隊，幾若屆檢驗排放的散布率，2年外來6屆的集中報告，攏認為程序符合國際標準。隨時交予日本的最後報告，嘛做出同款的判斷。佇隨時會見岸田文雄進程，嗰時和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有大聲見面會談過。The work on the Fukushima nuclear power plant and the commissioning, reconstruction, and the work following the accident has been there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IAEA 已經認可日本的處理程序，接落來就要由日本政府許可，決定要當時開始進行排放。日本としてALPS処理水の海洋放出の安全性について、引き続き科学的根拠に基づき透明性を持って国際社會に丁寧に説明していく考えでございます。目前相關國家有緣直接公開表達反對，韓國甚至有媒體質疑 IAEA 專家是不是受到日本施壓影響判斷，這嘛是未來福島核電廠廢水在排放的時陣，日本政府無法度妥協的課題。公視新聞徐嘉玲編譯。國軍今仔日佇屏東九平基地舉辦新疆操演，海軍陸戰隊甲陸軍派出刺針飛彈甲飛彈車，要展現國軍的打擊戰力。靶彈發射。飛彈發射，國軍官兵以刺針飛彈精準鎖定對象，精準擊掉時空中爆出火光。好，命中目標。國軍新疆操演初時早起佇屏東九平地區登場，由海軍陸戰隊甲陸軍所屬的 DMS 雙聯裝刺針飛彈甲護守者飛彈車進行實彈射擊。飛機飛彈是模擬共軍的無人機直升機攻擊，面對地台環境，射手愛佇10秒內拍到目標，難度真懸。我們是要求這個靶彈發射後7到12秒，它就要能完成追瞄鎖定以及發射飛彈的一個動作。護守者飛彈系統安裝在這個悍馬車上面，所以它的機動性是比雙聯裝來得強。雙聯裝系統它的掩蔽的效果會比護守者飛彈車
来得好。这张飞弹4公里左右的射程是飞弹乱射最后的一道风线，所以除了本岛单位外岛防区也派出官兵参演，拢是头一摆实施射击的射手。现场砸3粒目标，结着甲飞行轨迹，小他大概8粒。说实在的，当下我的心跟双手真的是颤抖的蛮厉害的，我很努力的克服了这个问题，完成了本次的目标任务。命中目标。也毋过，我军的操演，军透早也派出机男来请教。中共陆续派出歼10、歼11、歼16等各型机21架次，其中有8架次逾越海峡中线，另外派出共建有4艘次，配合执行联合战备警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的参选人侯友宜讲支持合宪法的9日共识，不过郭文德认为讲两岸交流唔通一直坚持名词的解说，就要实际交流。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直走行程，外界咧叫伊可能会出来选总统。那副总统赖清德参加活动，伊强调若准重新启动两岸服务协议，会甲台湾的经济拍转去一个中国市场。用做细暗会有选前备战2024，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提出恢复4个月兵役的议题，引起议论。下晡参与国际帕拉斗球公开赛启动记者会了后，主动说明兵役的议题，引发外界联想，敢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恢复4个月是有前提的，我当选总统，两岸建立对话的互信基础，台海稳定，才有可能恢复4个月。侯友宜初3暗时接受中共董事长赵少康节目的专访，头一届表态支持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9日共识，反对1国2制的9日共识。不过郭文德认为讲，两岸交流唔通固直看名词，要有交流才有诚意。9·2共识本来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经过这个侯市长的说明以后，我现在是更不清楚了。两岸之间还是实质的交流应该先恢复的。不要双方也不要执着在这种名词上面。对9日共识的议题表态，嘛叫外界解读做是要稳定拿赢的基本盘。不过，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一直有动作，除了落南替拿赢徛台，初时早起嘛去屏东，甲议长周典伦做伙参观石板勇士专业区，讲到中国禁止进口台湾的海产，伊嘛关心外销的情形。通路这个通路了，所以我们自己来建立一个管道，就跟台东。他们透过管道把那个释迦销出去。郭台铭答应讲，愿意替渔民建立甲对岸的沟通管道。副总统赖清德下晡出席台湾服务业大评鉴活动，致辞的时阵讲，重新启动服务贸易是唔对的。即马服务业面临的是所谓转型甲净零转型的问题，要针对这两个问题去克服。提出一个10年前没有办法通过的服贸协定。重新再把台湾的产业跟经济发展锁进去1个中国原则的市场，我认为这应该错。赖清德强调讲，政府的角色是协助中小企业转型，不是把台湾搁锁入去一个中国原则的市场。政府一定要协助，不是走回头路。记者综合报道。既然苏俄甲日本的尤纳古尼要推动船只直航，今仔日日本院长尤锡坤带团。头一帮船为苏俄出发，尤锡坤表示，这撮去唔那是考察观光，佮有开放直航甲国会外交3大意义。那日本的众议员嘛坐直航的船帮来到咱台湾，伊讲台海是世界关注的重点，台日就要加强合作，避免中国上空上胖。含日本众议院的议员呼吁也客日，伫尤纳古尼新马见面了后，真热情在相谈。立法院长尤锡坤是真积极在推动，既然苏俄到日本尤纳古尼新马船会当直航，确实是带团带真侪观光业者伫苏俄首航。尤锡坤讲，即摆去有找观光路线，直航破冰和国会外交3个意义。伊阁发表一个前空军部队飞行员感谢尤纳古尼的民众，较早甲救援的批。在迷航迫降。该岛的时候，获救的
高恩大德，深深的感谢。这座苏澳到日本约纳郡的即马的直航，一抓航程差不多是2点钟。日本众议院的议员傅鲁亚克二，搁坐转去的船班继续双方的交流。傅鲁亚克二讲，台海是世界上关心的热点，对中国一竿敢想要乌白来，台日爱加强合作。台日之间上近的距离干那111公里，是一个正密的关系。海峡は世界のホットスポットになっています。その証として世界各国から多くの要人がこの台湾を訪問しています。不过，约纳郡的新马即马饭店房间干那200间，相关的观光设施是无够。游锡堃讲，佫需要时间来发展。观光业者对这条航线的商机是充满期待。日本现在本岛的百姓很多人尚未到那国岛，这样是不是因为借由他们要去那国岛，再转而进来台湾，就是我们这次的商机所在？以前要去到与那国岛，要从这边，现在啦，就算现在要飞到。琉球，然后再飞到那个石原再飞到伊拉国，你看绕一圈这么大一圈。与那国呢，即马是日本上西边的小岛，是日本 Okinawa 的，面积差不多29平方公里，人口干那1700个人，但是过去要去是需要转机真侪摆，连日本人要去嘛真无方便。所以到与那国呢，即马的直航，即摆敢会当顺利推展，台湾、日本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电信的工会不满落体薪制实施18天来，雇主半钱的比率拢是6%。若准伫同一间公司，员工若选薪制，退休金拢煞无到选旧制一半。工会是去到凯道真情游行，要求雇主甲退休金提拨到15%，若无9月就要发动罢工投票。游行的队伍甲写提拨15%的气球，向总统府的方向撒去。叫政府都要重视落体薪制实施18年来提拨的比例，上加条件依稀伫6%。未来少年一代退休的生活，恐惊是真歹过。16年，看一下雇主收入提缴的部分75万，不到我们旧制的1/3，非常少，对不对？以公司目前上届资深，下用落体薪制员工提拨的薪水来看，伊伫遐做工课16年，头家提拨的金额是75万外。工会认为讲，这年来物价大起，以此这款的比率并不合理，已经向资方提出劳资争议调解，无排除用罢工来争取权益。劳资争议调解不成立在案，我们将启动后续的行为，包括举办罢工投票。如果罢工投票过的话，我们一定会实践我们的罢工。劳动学者分析，退休金都是较慢付的工资，头家提拨的金额等于是未来工资。当初落体薪制伫立法的过程当中，定出提拨的比例6%至15%的规范，都是劳团甲企业主无共识才定出来的。工会会当向头家争取提高提拨比例，等于是争取加薪水。多数雇主用6%最低来提拨，劳工也没有在要求了哈。那因为我们企业工会实在太少了。学者分析，这年来真少看到台湾企业工会主动向头家争取提高提拨的比例，真欢喜看到有工会顺管道提出劳资争议的调解，伫法定提拨的范围内争取家己的权益。对工会讲无排除要罢工，中华电信表示，因为提拨的比例涉及政府修法，目前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照顾身心障碍者的大头真重，甚至有的照顾者倍堪压力，转动手伤害厝内人，而且身心障碍者甲伊的亲人拢会变老。长期照护，若无社福机构或者是相关的辅助，都会更较硬斗。民间团体嘛呼吁民众照顾身心障碍者，就要找找资源，互家己有通喘气，减轻负担。将为作扫予母亲表达感恩的心情。今年40岁小滚是脑性麻痹的重度多重障碍者，平常的生活拢爱靠家庭协助。不过随着时间过去，小滚甲妈妈分别进入中老年阶段，这种上重老化所产生的照顾需求是真着急。他还是很多岁啊，爬楼梯啊，做什么都爬不上去了。生气那不讲话，不走，不吃不喝，什么都不要了。年纪也高了，就是没有办法，然后给他那个担心他以后怎么办？为福部资料，全台大约120万身心障碍者，其中45岁以上大约94万，有9成以上拢住伫厝内，我7成生活需要他人协助。
那身心障碍者通常比一般人提早退化，较早进入老年期，所以当主要照顾的人也得咧变老，后续的照顾服务也爱早早规划，那么也是有可能发生照顾失人的悲剧。我是成人日照，我们遇到的族群几乎是有半数以上，住宿型的服务或是未来的一些信托的一些使用的话，照顾者有哪一天出现了一些状况，没办法再继续照顾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会变成社会上的一个危机。伊电提起民众照顾身心障碍家庭，爱适时对外找找资源，得到休产的空间，同时也号召大众支持相关的日间照顾、社区居住等服务，减轻身障家庭的照顾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2成，台北已经是超高龄社会。伫网家的治疗中心嘛引进新的 AI 运动系统。会当用 AI 智慧监测技术，设计出适合老大人做的运动。对着荧幕的指示打新的器材，老大人算这款新的 AI 游戏是算甲真欢喜。另外，也有新的脚踏车会使使用，因表示这会使提高因的灵活度。台北网家的治疗中心引进新的运动系统，让老大人伫这款小大的天气，唔免去外口，就通伫室内做无同的运动。我觉得对老人家的那个智力方面，可以提升，然后灵活度各方面，我觉得蛮好玩的。再来训练你的体力，到训练你的反应，更难办你若分数较悬，表示讲你较健康啦，安尼。定定算这个吼，对身体真好，因为有这个设施吼，这设备真好，有冷气吼，吹啊真舒适。去年台北市老大人的人口数就超过20%，已经是超高龄社会。其中网家家己住的中者是全台北市上悬，大雅甲照顾中心的面积为原本的367平提悬到427平，而且增加 AI 互动运动区。但是现在这是加强了运用我们市有的余裕空间哦，就这本来是财政局的一个动产直接租的场地，把它改善成是这个 AI 赋能运动的设施，所以包括说长辈的身体健康、运动的这个状况都会追踪记录，而且未来会加以如果需要调整的话，也会给他们计划。治疗中心表示，因的服务范围是真宽，有专门给失智中者的课程，也有中青大学、老人福利中心，给有需要的老大人有侪选择。记者柯嘉选谢桂林台北报道。上路阁互人合作饭道的选少，农委会林试所发现一种台湾特有的品种——台东乌松露。到目前为止，是台湾发现的松露当中海拔上低一种。用工具真细致去学，经过一阵拍拼，研究人员真欢喜，因为总算是学到乌松露。研究团队对2017年开始，就伫台东的太麻里地区第一摆找到这种乌松露，这几年嘛继续拢有学到，决定用发现的地区甲合作台东乌松露。松露的研究希望是在林下经济，不要破坏我们造林地的生态。在太麻里发现的是海拔比较低的，相对的，我们将来在推广林下经济，它的对生态的破坏是会比较好，没有破坏性。林次所讲，台东乌松露是到目前为止，伫台湾发现的地松露的种类内面，分布海拔上低的一种。林次所甲单已经发现台湾腔底菌、青尾松露、台东乌松露等等5种新种真松露，因为台东乌松露分布的海拔是真低，林次所认为真有研究和人工栽培的潜力。要人工栽培，要不然在野采，其实台湾过去的经验采到的量并不多。那人工栽培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它一定要有宿主，栽培时间就很长。学者认为讲，因为松露栽培的时间可能要10冬，想要投入量产，爱开真侪时间和钱才会成本。目前敢若伫澳洲、意大利和法国有大规模的量产。记者综合报道。汤圆的复兴，佮有新竹的尖石佮五峰，是水蜜桃的重要产区。不过，水蜜桃常常去予椰仔种，农民当就爱暗时去果子园拍椰仔。那汤圆的农改场是开发出一种电火，予椰仔唔敢过来，水蜜桃的产量嘛稳定落来。伫暗时的果子园灯光闪闪死，这毋是咧办什么特别的活动，是汤圆农改场使用新型的有地定波长的灯光，搭配会色的功能，开发出免农药、防范病虫害的电火。已经特定测试在果实上面的吸果叶，晚上出来的蛾类看到这个灯源的时候，它会忌避不敢过来，然后或者是它可能就我们讲的
有光源，它有催美了。在实际的田间验证呢，从水蜜桃的危害率呢，吸果叶的危害率从25%可以降低到5%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桃园复兴区等地区是水蜜桃的重要产区，但是定互这种合作结果野鹅会野影响。这种野仔早时踮伫咧森林，暗时互水果的气味吸引到果子园，专门顶水蜜桃一寡水果，使水蜜桃一接造成农民重大损失。水蜜桃的果农就是晚上去打鹅，他们用一些刺激的桃子挂在外围去诱引它，它就到外面打鹅。你要知道虫怎么来。然后接下来这个产品有效之后怎么部件，然后部件完要让农民可以接受，要从他的角度安装是方便的、简单的。目前这种电火已经商品化，根据桃园农改场的资料，那以5分地来计算，大约需要50%这款电火，加上设备的电钱、人工等等成本，计共13万左右。但是通加保护20%的水蜜桃，带来拢总60几万的收益。目前这款电火也等咧参各地农改场合作，防范类似的白虫害。记者曾准由台北报道。台南的新营转运站启用到达2档外。不过，林新营市区真远，站内店家阁长期无营业，是连一间餐饮店都无。这些旅客拢怨叹讲真无方便。按照台南市府表示，迄搭是定位区，阁咧发展，而且营运单位直接店家来进驻。外观看起来真现代化，这是打完工这2年的台南新营转运站。不过内面规片空啰嗦，铁门拢拖落来，民众想要食一顿嘛找无店。在做生意的，除了几台自动贩卖机了啊，还有挂机台。毕竟只有一家进驻嘛，那其实如果有多家进驻，可能会带动这边的一些人潮。2002年1月就启用的新营转运站，号称是台南溪北地区的重要交通要点，室内面积超过600平。目前国道客运有统联，市公车部分有汉庭客运，大台南客车等几间业者伫遮载客。要过人客讲，国道客运敢若统联一间，又搁班次少，离市区上远，真无方便。连客停车嘛，真少来遮载客。竞争就剩我一个人啊。计程车。对啊，没人要，这整天没生意，谁要在这里？袂少人客讲，远途甘愿加开偌济高铁，较省时间。台南市政府统计，新营转运站使用以来，包括国道和市区客运，一天大概有300班次，载客量每个月大概5000人次。重大节日有1万人次左右，会当分发中低度的载客需求。它是位在重划区里面，所以附近的市况还没有那么开发完整，但是它前景可期。在疫情过后，旅客已经回流。台南市政府讲，当地会当串流新营和咸水的交通线，不过目前的中卫区商业机能，过的时间才会当促成。除了请营运业者找店主，嘛会请其他的客运业者入站。和整体机能更加完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树顶大天桥宫，顶南马专用新桥到达已经用100多档啊。庙方为着要保护珍贵的文物，决定以后莫阁用这顶出桥。那明年是台南建成400档，庙方要举办台南迎妈祖，特别请到木雕大师刘进文做一顶新的顶南马文桥，伊过1档后就会当完工。一笔一笔刻花样，700线图，每条线纸看起来真活。这是师傅的顺手工。刘正文老师当咧仿制树顶大天桥宫顶南马专用的桥。这顶原桥是陈水宝老师伫咧清朝光绪10几年，用高骨茶结合加当及石榴等工艺技术雕刻的，整个做甲真有路。因为桥已经100多档，有一寡损害，加上修理真侪改，庙方为着要保护这项文物，决定要仿制一顶同款的。重要的是讲，伊内底含义就是讲，一寡宝器代表足侪意义，吼，包括内底牡丹花就代表富贵。这件作品哦，就是以即马目前来讲是非常珍贵的。这顶古桥，请咱刘进文老师甲修好了，收起来保存，但是咱个另外复制一顶。刘正文讲，高骨茶是早期一种材质较定的木材，即卖量较少啊，所以才改用台湾橡木来做。仿制过程真够工，对牛寸切、画图样、挂图样形体，落尾进行雕刻。导师表示，爱用200多地花朵插顺组成，按上1档才会完工。迎接建成400档，庙方嘛当咧为明年旧历9月迎妈祖庆典做准备。台湾的喜乐器来做雕塑，嘛较袂拄着虫害的问题。
经睽违已经将近6冬的时间无赢妈祖啊，明年一定要来甲丁阿妈处理好势。丰泽丁阿妈文桥完全遵照传统，嘛有双元八卦汤，呈现出桥的雅气。比方讲，元桥无论伫咧工艺技术，也是历史文化，拢真有价值。未来嘛拍算要甲桥做文物展示，互大家看。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伫台湾，较侪会有心人比例是愈来愈侪。为着要降低负心人生囝的风险，台湾一寡县市有提供结婚进前准备生囝的检查补助。中法院嘛今仔日宣布启动补助机制，这嘛是全台湾头一个有提供检查补助县市。医学界进前针对台湾新生儿死亡率举办检讨会，其中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去年新生儿死亡率是2.8%，创下15年来上悬的纪录。为着降低生产风险，中华县政府伫7月初4启动结婚后准备生囝进前的检查补助计划。内底一个真重要的项目就是德国麻疹啦，还是水痘啦，你若发现讲，你无这个抗体，会当提早来做这个预防下。咱即摆新生儿死亡的这个原因其实足侪，其实毋是讲干那遗传甲感染照顾的问题，甲早产其他问题，其实阁有的是环境因素。所以有这个检查，提早咧怀孕前，都大概做准备。所以对这个咱新生儿的死亡率，这是嘛是有帮助。不过无可能刻意来完全解决咱新生儿死亡的原因。翁仔某只要一个人户口伫中华有结婚登记，是头一梯就符合补助的资格。除了基本的血液加病毒抗体检查，中华嘛是全台湾唯一有补助龙骨髓筋膜萎缩症体检的县市。感觉伊个发展啊慢啊，你家做检查，伊当阵啊，其实这个疾病拢已经去进展啊。应该说这是隐性遗传的，可以讲北部总共有带源啊，伊生仔囡仔有超1/4会有这个问题。目前全台湾有提供结婚后生囝前检查补助的有新北、台北、桃园、台中、嘉义、甲彰化计共6个县市。医师嘛提醒，生囝前的基本检查费用，依照项目的无同，大概是2000到5000块。无论是毋是有补助，拢鼓励准备生囝的父母爱提早做检查，降低生产的风险。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4度，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